全然无了解的人，讲我性地歹，亲像风台。有美甲甲有气派，也有朋友的色彩。真为你讲要真心对待，煞虚情假爱。给我吐出来，给我吐出来，吐出满腹。真侪人讲到布袋戏的主题曲，想到西庆，啊，毋过少年辈会甲咱讲，原来布袋戏的歌后这个身份，原来有戏传世。黄俊阳甲西庆的千金黄凤仪，毋但主唱布袋戏的歌，阁会担当舞台剧巡回主演，啊，阁有伊的作词，互家己演唱，甚至台语歌童安歌淑敏、康康这的歌手，拢捌唱过伊作词的作品。今仔日。黄凤仪要来到心所爱歌节目现场，和咱做伙开讲。啊，咱大声来听伊知己的好朋友金曲歌后江惠仪讲起双人交陪往来的过程。全然无了解的人，讲我性地歹，亲像风台。有美甲甲有气派。他算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摩羯座，可是相较之下。他比较多感性的部分，其实你为伊的音乐嘛听得出来，就是伊有较少女的款，他还有那份纯真的少女心，对，就是骨髓的所在。伊甲我帮忙上侪应该是台语歌的歌词甲正字这件代志，就是有真侪词也是字，我可能较罕咧写，较罕咧讲，安尼我就会问伊讲，敢有人安尼讲？因为我想要确定是讲我写的是不是有问题，还是安怎？三不五时就会问伊。伊幸福的阵，迄张其实听得出来，伊有足侪想要尝试新的物件。啊，尾啊，伊即马在讨论的是讲，伊嘛想要保存较早伊爸爸也是讲伊妈妈的一寡音乐，然后做一寡新的尝试。我感觉讲对伊来讲，伊嘛是知影，家己可能有迄个使命啦，对。但是伫这使命之下，伊阁是国外转来的嘛，所以伊的想象可能是较新潮的，是较新的物件，但是。伊阁放袂掉伊迄个使命，所以我感觉讲即个冲突会互伊的音乐，还有伊的创作有一个足特别的味。就是我嘛希望讲会当看到有足侪新的作品是即个方面，就好好加油啦。然后希望你任何事情都可以很坦然的面对你自己的心，然后可以很开心。黄昏的日头照着庙口的大亭，迷你版的起人，不知今晚要演啥。听讲是王阿舍，因后生上大汉，搬戏楼热来甲新明说多谢。记忆中的画面转眼过了几十年，敢若念头家娘，你敢也搁会认真？会记你做囡仔时，阮上爱食啥物？梅仔冰酸甘甜，予阮想起迄当时。一嘴汽水，两世人啊，悲伤笑开拢嘛犹在一半。暗风吹呀吹，台行飞呀飞，讲人生如戏中后日藏世，一粒糖柑仔。大花香啊，拢伫江中变化。日子过呀过，时间走嘛飞。阮犹原会记囡仔时的庙口戏边。
忆中的画面，转眼过了几十年。敢啊踮头家娘，你敢也搁会认得？会记你做囡仔时，阮上爱食啥物？梅仔冰酸甘甜，予阮想起迄当时，一喙起水，两世人啊，悲伤笑开拢嘛犹在耳畔，暗风吹呀吹，大家飞呀飞。讲人生如戏中后期藏势，一粒糖柑仔，刀光剑影，大花香啊，拢伫江中变化。日子过呀过，时间走若飞。阮遥远的期陪阮大汉的庙口彼边。咱来欢迎新一代布袋戏的歌后，也是台语歌坛的作词家黄凤仪。凤仪欢迎。郭真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咱实在吼，若毋是伫镜头前开讲，我就讲啊，讲来欢迎即个自细汉，拢甲苏彦文男咧困的，干那你会使讲安尼对吧？应该是安尼讲无毋对。拄啊听到慧仪，你的好朋友来讲起你，讲起来吼，真正知己的朋友，颠倒讲。坐做伙，无法度讲即个心内话，无法度讲遮对当，伊真了解你的内心呢。是啊，无毋对。阮厝老人伤济啊吧，应该为阿公讲起啦吼，阿公就出名啦吼，爸爸嘛出名，阿妈妈嘛出名，哥哥嘛出名。即摆连小弟都真出名。嘿，对，即摆连小弟都真出名。所以即种迄种无形的压力，嘛毋是讲因。家父伫我的身躯的，因其实无对我的管教无讲真严格啊，拢嘛是会当讲是开放，但是就是我家己认为讲，因为阮厝遮尔侪出名人，我袂当互因失望啊，袂当就是互因感觉见笑啊。你为即个家庭，尤其是为着小弟吼，用心计较，付出真济，拄开始要入来到。布袋戏界咧拍拼的时阵，要开创家己的金光即个系列，立功深头，得到你真济暗中的支持，你甲探对无？布袋戏即个族群其实是真特别，吼，伊是一个较独特的族群，所以讲，向阵大家，阮的即个戏迷吼，若是看惯势讲霹雳布袋戏，还是讲看惯势黄俊雄布袋戏，因会认即个声嘛。嘿啊，都有即个成立为主的即个感觉，所以分派门啦。我为相，你为相，我听霹雳，你听天女，伊听金刚安尼嘛。对对，类似是安尼啦，但是声音的辨识度变做讲因听惯势了，即个主演的口碑，可能新的人入来，因就袂关系，嘿，因听袂关系。啊，一开始当然立功伊的口碑是有较正。因为迄样阵打开始经验较少嘛，慢慢累积了，我即马就真厉害啊，嘿啊！因为爸爸做听我的嘛，我足侪时间拢是对咧伊身躯边，伊会带我出去看，就是形形色色的人，去熟悉足侪各种阶层的朋友安尼，所以忍耐这件代志，我是真熬的，就是我足够忍耐。所以若听到这个较无好听的话的时阵，大部分我拢会使吞落。对，这对我来讲，无啥物困难。当然，哭是家己转去厝门关起来才哭。
加在入讲，原来无甲你绕开，无你失望。是，对。为着小弟做真济啊，毋过我知影有一段时间吼，你甲厝里的人的关系，敢若毋是遮尔啊亲近，甚至讲人咧讲的讲，少年孙较歹囝淡薄啊，对无？对，就是是毋是查某囡仔歹囝较罕你看着哈？都可能是因为出世伫即个环境嘛有较复杂淡薄啊，细汉对爸爸世界去，就拢会看到足侪遮个时代啊，就是听过足侪即种较英雄式的故事啊，所以造成我就是想要甲家己变成一个侠女，讲较好听是安尼啦，咱其实就是叛逆嘛。比如讲看到啥物较细汉的朋友去互欺负啊，我就会去斗相共安尼，我就会家己跳出来安尼，对吧？所以迄个时阵我的爸爸妈妈真正是头壳嘛真疼。尤其因个地方拢出名人啊。对。我听讲，原来捌警察带你去到警察局，叫因来报的咧。你连这种故事嘛知，上奇怪啊吧？我特别走去后尾探听。较早是对啦，就是定定伫外口伤晚无返去厝，警察拢会巡逻嘛。即摆去互警察撞着了，看到我就熟悉嘛，因为阮就是后尾较细。就敲电话返去厝，互阮爸爸讲，恁查某囝我带返来警察局啊，麻烦你来甲带返去一个安尼。即摆久来，定定拢拄着，久来了就，阮爸爸就办档去带，即摆电话一来讲，你可以家己返来就好啊。到尾啊，警察嘛足主动的，看到我讲，我即摆载你返来厝。是到当时。一直到高一的时阵，迄阵就是其实我有偷偷看到阮爸的册房吼，有一寡关于要安怎教就是囡仔的册，佮有一寡比如讲如何与青少年沟通啊，对，这种册，我迄当阵看了心内感觉了艰苦，就是心酸酸，就是我毋知影讲遮尔有威严的大师，其实伊遮尔啊烦恼阮，就是烦恼甲爱去看即个册来参考。有一天，阮爸爸就甲我讲，好啦，如果你若是要选一条路的话，算做要做大志安尼啦，爸爸嘛无爱甲你主动，但是有一点吼，我希望就是你会当听爸爸的话啦，后盖你的时代。一定爱知识悬，才有法度做领导者。所以你爱去读册。你若要行这条路不要紧，但是你爱去读册。你爱用你的知识去领导你下骹的人。因为这句话，我就出国去读册啊。连外公遐个台湾人，遐个讲华语的人，嘛知恁爸爸是黄俊荣咧。就是安尼，我就感觉我逃袂出伊的这个手掌心。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无介意，互人知影讲我的爸爸妈妈是啥物人嘛。然后出国的期间其实嘛共款，但是朋友加减拢会传嘛，拢会讲迄是像的查某囝呢。上含的是连外国人，就是香港啦吼，迄边的，搁大陆迄边的，听到爸爸的名嘛会知。听讲恁爸是像，伊足厉害。所以如果我若有去台湾，你爱叫恁爸爸甲阮照顾安尼。迄当阵我心内其实感觉足骄傲的。是尾啊，倒来随吩咐你落去骗局是无？对。阮爸爸是伊袂一步一步教阮安怎做，伊会带咧身躯边看一段时间，对。然后呢，时间伊家己感觉，家己感觉讲时机到啊，伊就直接甲你拼去你台顶啊。无互你准备的理由，你嘛袂当退缩，你直接就是爱上战场啊安尼。所以迄当中，伊叫我去编剧，嘛是突然间，伊就讲这个《射雕英雄传》，互你来编。我迄当阵连这本册我拢还未看过，对，我捌看过电影啦。
啊，无法度，而且哦，迄阵阵压力足大，因为是友台的8点档的布袋戏，黄金的时间，对，所以我的头一届编剧的经验，就是《射雕英雄传》改编《射雕英雄传》。想单纯，做不失败的命运。甜言蜜语无分寸，真心真意挂嘴唇。有啥物永远有离婚？讲啥物共享天伦，全失去天运。自我多情空一份，多情空一份。何必采花香？要采花蕊不爱脏。真心爱伊无采工，伊是因可无情人。为什么因阮一段梦？为什么好梦偏偏变成伤心梦？今生做爱伊一人，做分伊一人。西路面相分，像风吹山舞散魂。庄南半路下时阵，有恨有爱真矛盾。这就是勇敢拼生存。这就是意志坚强，抵抗着歹运。予你正会断了爱，何时断了魂？等下甲新一代布袋戏的歌后，也是台语歌坛的作词家黄凤仪做伙开讲。原来还未作词进前是台声编剧，对。啊，你较早吼，是毋是原来有特别敢若对戏剧加减有研究，还是啥物原因无你要安怎会当甲演？其实无呢，其实无，伊都是直接看过片你就叫你做啊。啊，因为
红重的戏你嘛无法度记住啦，你一定要一直写落，一直写落。所以我迄当阵是一边哭一边写剧本。伫即个压力之下，差不多一开始2礼拜吧，第3礼拜我身体就出问题啊，我就破病啊。安尼免啊？嘛无法度，嘛是疼，嘛是爱继续写。你头拄有提起，是，有诶爱看霹雳的，对有诶爱看过去黄俊雄的，个人拢会认读，拢会一人一种的主张，无共款的主演，无共款的声，甚至戏迷的冤家。啊，小弟深开始安尼伫咧发挥的时候，讲起来是毋是？原来外口批评的意见原来袂少，你是毋是？原来扮演一个足要紧的角色，都爱甲安慰。观众咧提出的问题啦，吼，不管是好听歹听，当然嘛是有一寡较有建议性的物件，有建设性的物件啦。所以好的，阮会采纳嘛，所以我就会以我的经验去甲伊建议讲啊，你遮就是发音卖安怎啊，吼啊，即个声调是毋是着啊改变一个什么安尼啊？其他的遐歹听话，我会叫伊讲莫想遐济啊，嘿啊。虽然我家己嘛做生气，咱嘛是爱安尼对伊讲啊。恁两个拢真艰辛呢。我讲一个代志，一般的观众可能唔知，大家拢会感觉讲黄俊雄的千金、黄俊雄的公主要做布袋戏，一定绝对足侪资源，甚至讲真侪力量咧支持，一定是要安怎开制作费拢无问题。毋过当时为着要完成小弟的梦想，我哪有装钱，我哪有贷款对无？这是一定有的啦，总袂当讲一直甲爸爸开嘴嘛，是毋是？就是深起头，爸爸就甲阮斗3工啊，有一个基金嘛。但是这个基金用完的时阵，阮就爱家己去想办法啦。因为阮爸爸的教育嘛，毋是讲哦，我就无限供应恁去制作安尼。可能头尾我哪有6000年对无？差不多对，差不多6000年。迄个真正翻新过来迄个，大家感觉讲开始咧拥护迄个，是倒一个唱数？应该是国政时期迄当阵啊，阮有去国家剧院的即个实验剧场内底，做即个剧场吼，然后雄拍一个就加足侪粉丝，加足侪戏迷，加足侪人支持即套戏的，就是国政时期开始的。你敢是自迄当阵开始真正落去写歌词？对，认真讲是迄时阵才开始啊。当然，较细汉的时阵有一寡较无成熟的作品啦，拢毋捌发表过。迄个时阵才真正是有为着戏来写歌。一开始我是写石头少年，个即个琴刀上衣。咱嘛知影写歌词即个工课，爸爸是会用咧讲足稳定的。伊写互你唱的《野流星》，甚至包含讲《四四准》，这个爸爸的词对你咧作词的过程中，敢有影响？影响真大。其实我到后尾创作的即个方式、甲灵感，真侪拢是为爸爸的歌词来的。对，我会去参考伊的即个歌词的架构，个伊惯用的一寡形容。阮爸爸真够用一寡景象来去比如事件，对。所以我拢是伫伊边仔偷学安尼。伊敢捌当面甲你教，坐伫咧边仔讲歌词爱安尼写。其实毋捌呢。所以你原来甲我共款偷学的对啊？对，阮偷学。身为一个歌迷落去偷学的对。对，偷学。加我会写好了，互伊过无？嘿，看卖有啥物所在爱修无？伊若感觉比如讲我的文言较无通顺，伊会替我修改一下安尼。伊细汉敢会原来教你读汉文？其实伊嘛无真正教，但是伊咧教阮讲一寡道理的时阵，伊拢会用文言，就是算白话南文言安尼做伙讲，就是伊毋是一个完全讲白话的爸爸，嘿，伊会透一寡文言，阮两个做趣味的。
我甲阮爸爸，阮两个伫住咧厝内底，佫会通批。哦，就是有较歹势讲出来的，因为要安怎讲，阮的教育算要讲开放嘛，有一部分是保守的所在，对。毕竟可能爸爸是查甫我是查某囡仔嘛，所以嘛是有一寡代志可能无遐尼方便直接讲出来，所以阮就会写批。阮爸爸会写批互我，我嘛会甲阮爸爸回批。几岁的时阵上接写批？哦，应该是我国中的时阵，拄好伫要叛逆期的时阵，嘿。写批互爸爸，对啊，佮接到爸爸的批。是。讲起来，这嘛是一种文学的训练。哎，我迄当阵无想到呢，你安尼讲，我才想到。今仔日你要甲阮唱《天寿月》这条歌，你创作的过程有啥物款的用心？歌词安怎样讲究？安怎样落去贴？我的写歌的习惯就是先幻想，先幻想家己是这个主角，然后如果我若是这个主角，我拄到另外这个对象的时阵，我会有啥物反应甲心情，所以我是以安尼开始去就是开头。了，因为这个《青石园》内底这个男女主角吼，这个男主角伊本来伊毋是人类啦吼，伊本来是一粒石头，尾啊才幻化做人，算经过真久的时间吼，才幻化做人，然后去爱着这个女主角嘛，所以我就用青石林可怜芙蓉这个形容来形容因两个之间的感情，因为因是无头尾的，到尾那像布袋戏内底的爱情拢袂头尾，从来无一对头尾，系啊。戏迷的反应啥款？戏迷拢真介意啊，但是我感觉重点是迄个黄山亮老师伊的曲嘛写了真好，我感觉是我有听到伊即个曲，对我的帮助是真大，系啊，产生的即个灵感会搁较侪。遥望海无边，无日残下影如烟。秋风淡月照水了天，奈何相思绵绵。不我世间何为真情意重。碧落珠泪问伊是为谁心伤？如今相思了茫茫，迷思两尽难忘。雨水向落青，照冷芙蓉。何事来世只盼今生痴讲？愿将分别放着随风，辉花也又是相逢。空虚的心河，去有何从？夜深梦断水，我明日沧桑。几度霜雪岁月中走芬芳。又何妨？有我世间何为真情意重？碧落珠泪问伊是为谁心伤？
今生思了我茫茫，你思量竟难忘。雨水扬落青石林浮涌，何事来世一盼今生痴讲。愿将分别放着随风，挥花的又是伤风。空虚的心河去有何从？夜深梦断水，我明日沧桑。几度霜雪岁月中走芬芳。悠悠好风，空虚的心河去有何从？夜深梦断水，我明日沧桑。几度霜雪岁月中走芬芳，悠悠好风。红儿开始有时间加做一寡家己兴趣的工课的时阵，实在伊足认真，嘛捌去做舞台剧的女主角。因为黄山老师是甲即个剧团先熟识，有一届是去看因的戏，看因的戏，我因为较早我真少看舞台剧啦，系啊，有捌去看一两届相声即种的，去看因的戏了，我发觉我足介意因演的戏，我伫台口我心内就一直咧想讲，我若伫台顶，毋知有偌好。我若做迄个女主角，毋知有偌好。结果这戏一看煞出来啊，阮要散场的时阵出来，拄着剧团的即个头家娘，伊嘛是剧团的编剧，伊就甲我讲，伊有一出戏，想要邀请我来做女主角。我心内想讲，袂吧，我5分钟前想的代志，啥怎即马就变成真的啊？嘛伤厉害啊吧？所以代志就是安尼发生的。煞伫咧要登台进前，去跋倒受伤，对，那才冤枉。啊，我嘛毋知影，就是安尼发生啊，就是排练的时阵，迄当阵爱穿就是正式要演出的时阵穿的迄个管搭嘛，管搭的，爱穿咧排练嘛。啊，因为迄阵剧团拢有铺即个塑胶的即个止滑垫，啊，可能就是伤涩，啊，当阵鞋啊可能去卡掉咧，啊，就冰卡倒啊，结果骨头就裂去啊。迄我头前4场拢无法度演，一定足唔冤的，足硬的。做唔愿的，但是嘛无法度。我甲在导演临时，伊为着我搁改剧本，所以头前4场我嘛是有出现啦。出场甲入去，我拢坐咧一台迄个电动的迄个舞台悬顶，无叮当就对。啊，其实我礼服内底吼，骹搁空照，搁空掉咧。原来真用心，互你会当登台，啊，搁伫台仔顶唱歌，互人听。其实我是属于较避暑，就是较放袂开的个性啊，嘿。但是演舞台戏无通互你安尼哦，你一定爱放会开，唔管就是啥物状况下，就是规个人爱那笑的就对啊。所以迄个训练哦，迄半年期间的训练，对我来讲有真大的帮助。讲迄年讲起是你人生真要紧的挑战，因为原来出幸福的船，家己的专辑。是，这块专辑对我来讲真重要，是因为伊是我的头一块创作的专辑。啊，我的制作人是黄山亮老师嘛吼。其实迄当阵伊予我真大的空间，伊无予我啥物限制，伊就是予我家己去发挥，对。所以
这个专辑内底有真侪歌词是我家己真正的心声啦。当咧热恋应该写搁较好。安尼已经开始咧冤家啊，就对啦。差不多是稳定的时阵，对。是啥物款的经过？心理上慢慢转变甲讲，来到2015年幸福的阵这个专辑，你会唱《情海女神聊》，会写命运枪顶2015，就是要搁对爸爸妈妈、对布袋戏这个艺术、这个文化，搁去出力。迄个时阵，我出这个专辑，当然出发点是想要做家己的音乐，行家己的路。但是我就是原生家庭的予我的这个物件，就是我袂当去放袂记嘛。就是我其实有足侪养分是为阮爸爸妈妈遮会来的。啊，我嘛是自细汉会当讲，莫讲自细汉，可能伫阮妈妈的腹肚内底，我就拢咧听遮个歌。所以我对这个歌的感情是足深的，但是要安怎甲这个歌摕来现代使用，我迄当初啊思考这个问题，我嘛有和制作人就是两个讨论，所以阮就决定讲好，甲伊虽然是用这个较早这个原始的这条歌做背景，但是咱甲伊改做新的，连歌词嘛改变。旋律嘛改变，对，写属于迄个时代，嘛是属于我的歌安尼。迄个时阵就感觉讲啊，就是已经做落啊，就爱做家己啊，要做就爱做好有款啊，嘿啊，袂当清清彩彩。我捌一摆伫我的脸书发文啦吼，讲我的名真长，我的名一直到即马拢叫做黄俊雄甲西庆的查某囝，对。但是我真正希望有一天，就是有人看到我，就会直接讲哦，黄凤仪啊，安尼。咱真知影讲，你伫黄山亮亮哥家交到真侪好朋友，包含飞机，包含你个写歌吼，小敏唱，和康康唱。小敏就是伊做大辣辣的，就是一个大辣辣的女孩，什么拢无咧掩饰的，对。然后真好斗阵，很容易就。你会当用足短的时间，就和伊变成足好的朋友，这种人，对。迄当阵会帮伊写歌，是因为我手头已经有这条歌，其实我早就写好，我家己一直无唱。迄当阵小敏拄好咧制作专辑，我感觉讲，这条歌若唱有适合，互伊来唱，安尼。所以就问这个制作人嘛是亮哥嘛吼，亮哥就推荐这个歌给小敏。头一条推荐了，过来我才搁帮伊新写一条算甜词的啦吼。这个曲嘛是亮哥写的，嘿，对。小敏伊嘛真介意啊，嘛真介意我写的歌，我嘛感觉真欢喜，就是伊会当介意，我就真欢喜。北风吹粉飘动，今暝雨你我脚相逢，今暝雨你我脚相逢，爱情雨，感情雨，来去又匆匆，愿随缘，愿成全。分别你伤心无话讲，寻袂伊打破天的迷雾中，真期待搁再说北风，搁再说北风。
飘动。今暝雨，你我较相逢。今暝雨，你我较相逢。爱情雨，感情雨，来去又匆匆。愿随缘，愿成绝无。分别你，伤心无话讲。心灰意，甲我天的命有做，真期待。搁再西北风，搁再西北风。布袋戏的歌谣，咱今日咧现场金光闪闪，西庆阿姨，我交凤仪这个朋友说爱称呼你顶辈，爱叫阿姨啊，欢迎。谢谢谢谢，今仔日会当来咱这个节目，我感觉真荣幸。阿姨啊，你来安尼，你甲看，凤仪安尼吼，开始坐入难安安尼。因为伊伤光啊，想讲光芒万丈哇，哦，这个无情的太阳。原主唱一下。是是啊，我知啊。伊讲你伤光的原因吼，就是因为吼，你定下咧甲念，啊定下咧甲讲吼，你唱歌倒位无好啊，啊倒位爱改进啊，啊造成甲伊安尼吼压力足重啊，敢无影？哦，伊拢讲我足杂念的啦，讲我真杂念。啊，我是讲我爱伊好，毋才会安尼甲伊讲安尼。伊拢讲妈妈，你莫拖一直念，一直念，念袂煞。讲我哪有一直甲你念？我是安尼甲你讲一下尔，啊伊拢一直讲我一直甲念，一直甲念。即马有讲了较客气。伊自细汉就罗马婆啦，咱讲迄个罗马婆啦，嘿，阿伯都出来了。啊，因为伊迄个读小学的时候，就敢若做迄个怎么讲老大姐哦。你要讲大指头？系啦，大指头啊啦，嘿啦，大家姐。嘿啊，啊所以伊什么代志哦，小弟哦，伊真顾这细汉的小弟，嘿啊，啊若伫冤家常常拢伊伫处理的啦，所以人拢叫伊大指头啊有影。啊，但是伊有做凤仪哦，伊细汉迄个名称人拢叫伊王来啊，拢叫伊王来，嘿嘿，王来大姐啊，王来姐啊。女版的王来。细汉的时阵吼，遮尔歹，啊，原来有互你操烦一站对无？伊的个性毋知哪放看了若袂使，拢会讲替人打抱不平啦，嘿，啊，所以就甲人冤家，啊冤家就转学校。我只苏阳文教的，无法度。是。安尼我问你哦，安尼吼，若苏彦文甲刘宣古咧冤家的时阵吼，你拢较为啥？爱讲实话嘛。嘿喏，我是较为苏阳文啊。安尼无怪。爸爸较疼伊，所以较为苏彦文。啊，都拢查甫的后生啊，敢若即个祖囝啊，嘿啊，绿调的啊。对啊，啊，但是吼，伊细汉拢讲我较疼后生。疼因弟弟啦，这嘛是事实，这嘛是事实。讲我较疼因弟弟，啊讲伊是毋是我的查某囝安尼啦？讲问我讲，伊毋是我的查某囝哟？我讲那毋是。伊讲啊，为什么代志你拢敢若拢顾弟弟？像因弟弟若讲要去注射啦吼，感冒啊，哎，我哪拢感觉伊讲妈，我嘛敢若感冒呢，要来注射安尼。我讲你都无感冒，甲偏偏讲你有感冒。系啊，我就感觉伊个性足奇怪，冤枉。真正有感冒啦，咱袂学袂讲啊。我细汉是做主动，就是我很自律，我是做自律的囡仔，所以我感冒，我会甲家己，我知影讲啊，我发烧啊，有感觉嘛，我会甲家己衫穿啊好，头鬃洗好，落去找阮妈妈，因为迄较早细汉阮兜开饭店，我会落去甲讲。妈妈，我发烧啊，敢会当带我去看医生？啊，伊想讲我想要得到关注，所以伫遐咧演一出，毋是，我是真正发烧。安尼真歹势了，妈妈迄阵也毋知影。你甲我误解，那会使？我甲伊误解有影。凤仪原来
落尾手大汉真顾家啊啦。对啊对啊，我生这查某囝，我是感觉真安慰啦，嘿，伊吼，伊若出来是对我，轻声细细，伫厝内哦，哦，对妈妈真大声。学互阮听一下，看偌大声。我若讲哦，可比讲手机啊看无字伤细字啦，我讲要拜托伊甲我看者，伊讲阿妈你家己看着有啦。毋是我讲你若无爱挂目镜，对。啊，我目镜不爱挂目镜，伫楼顶。我讲啊，讲伊无你反正我爬楼梯变大爬起来哦，算妈妈脚会酸，所以拜托伊甲我爬起去啊，伊就不爱。伊就讲啊，你哪拢讲我变大啦，讲妈妈变大。我哪有可能妈妈会变大？啊，你都较少年，你就替妈妈做者。少年啊，即马拢这是因为去水啊门性歹。你著爱想讲妈妈吼，可能嘛加减爱你甲关心嘛，爱较细声咧啊。对啦，这尾啊，我是知啦，系啊，我会尽量就是去改变家己，因为拢伫厝内拢会安尼嘛，就是家己的。妈妈家己的士大人拢会靠惜，较靠惜咧，嘿，都较无遐尼注意遮个代志，对啊。较靠惜遮个原因就是较靠惜。啊，但是和爸爸性歹嘛有啦，对，因为我自细汉到大汉，爸爸拢袂互我做什么代志，完全拢别人甲你做好好。太宠他对，爸爸太宠他。我是一个公主病的囡仔，我。因为一个女儿而已，所以爸爸就很宠她。啊，毋过妈妈的角度无共，因为妈妈吼，毋但干那是妈妈，伊嘛要将伊的歌艺放互你，所以从开始咧甲教伊唱歌吼，是毋是原来下足侪心情？有时啊，我嘛有时啊歹势甲伊讲诶，伊的唱的方法就对啦，伊毋是讲伊唱啊做好，伊唱的方法，伊就感觉啊，我唱啊就对啊，啊妈妈你若为什么要叫我唱安尼？嘿啊，我讲啊，但是妈妈听是感觉讲。我伫甲伊指导安尼吼，安尼较好听。啊，伊的认为是感觉伊家己唱的方法较好听安尼。讲啊好啦，互你家己，你感觉讲安尼较好听，你就唱安尼啦。恁两个精彩是伫对，举一个例互阮听看卖敢好？伊伫唱是即马少年仔的方法哦，唱迄个歌词比较拢安尼，转咧就过啊，嘿，无啥清楚安尼。因即马少年的比较是拢唱安尼，嘿，两字甲两字啊三字都安尼转咧就过。啊，阮毋是，阮较早，阮伫唱的歌词吼，是拢教较足清楚的，一字啊足清楚。啊，所以我甲伊讲，你应该歌词吼，台语歌就是本来就是爱人免看歌词，啊吼，安尼甲听就知影讲啊，你唱这字是啥物，这字是啥物安尼，就知影。嘿，啊，恁少年的即马咧唱吼，拢一定爱看歌词，才会了解讲啊，即句是你唱啥安尼。因就是拢两字三字安尼练咧就过安尼。嘿，转咧就过啊！嘿，甲阮较早咧唱的迄个方式无共款。关于这个问题，你爱去找这个黄山亮老师讨论。哦，是因为伊叫我家己卖清楚。哦，安尼听起来会足老的。应该是，所以观凶杀啦，凶杀。所以即摆少年的甲阮的观念无啥共啊。嘿，阿姨，今日专工来吼。小来甲讲起一个，甲教示一个。我搁做囡仔时，我就出来咧唱歌。我爸的老师有够济，啊，袂捌恁爸爸进前，我就戏园伫咧随便电台，世界咧巡回啊。这段过程吼，我来讲互阮大家听一下。哦，我迄阵差不多12岁，12岁出来唱歌。啊，那是13岁啊，14岁遐，甲姚启田随便电台，迄有一个机缘，伊去阮迄个。斗六伫公园，迄阵啊真风行啦。迄个叫做电影吼，随便电台就是做一半，迄个电影做一半啊，歌星也是主角拢出来，迄个幕前遐唱歌，嘿啊随便电台做风行的，但是真辛苦。即马去到迄个所在吼，就爱透早就爱起来化妆、画啊，就爱去设计啦，去宣传啦，讲即个本片的女主角啦吼，一定有来的啦。有诶，拢共骗嘛，拢无来啊，拢共讲有来安尼，啊，所以就拢爱去设计，透早就爱出去设计哦。哦，迄阵真辛苦，一工爱走3场，3个所在，哦，走到拢无声嘛，爱共唱。你敢迄阵就做西庆啊？哦，姚启田迄阵还袂西庆，迄阵毋是，迄阵啊，做老玉辉，迄阵有老玉辉。我是尾也唱布袋戏的歌咋，
这个陈和平先生甲我付去相命啦，去有相命相的，讲两味有这西青哦，伊命袂歹，嘿，啊才付这西青安尼。红姨，苏彦文即马咧静养，是，无来，敢会当原下讲几句话？甲苏彦文讲讲吗？我都要对伊讲啥？我对伊拢用写批。真感谢爸爸你甲我栽培，互我捌遮尔济知识。因为有你，才有今日的我，所以，这伫阮兜做歹去表达这种情感，就是我要对伊讲，我真爱伊安尼，大概就是安尼。前两天我看到你发文章，看到一罐盐，就想到伊。伊即马咧静养，啊，毋过我相信，你安尼要甲讲的话，点滴在心。那会看到迄罐盐，就想到伊。因为阮爸爸是一个会当讲是奇人，我感觉啦。就是我自细汉伫边看伊毋管是伊咧做戏也好，伊的社交种种，对，感觉一个布袋戏的主演，哪会当含遮尔济，就是比如讲官员啦吼，真佫是真大的官迄种的哦，也是讲企业家啊吼，也是讲一寡外国的人士来交陪。因为较早伫我细汉迄个年代抑个已经咧转变啦，社会已经咧转变，但是做戏人个还不是那么的被尊重，但是有慢慢在转变了。所以当初我感觉足惊奇的，就是讲，阮爸爸是一个做布袋戏的，但是谁怎会当含遮个穿西装的人交陪，行拢行5星级的饭店，谁怎我会看到这个？盐就想到阮爸爸，是因为细汉的时阵，阮爸爸常常带阮去台北市所有的遮个星级的饭店去食饭。因为阮兜拢食较重咸，所以有一个习惯，就是食饭一定爱，因为西餐你无可能叫人放豆油来嘛，是不是？所以一定爱淋盐，就是毋管啥物，就是以盐先倒就对啊。所以迄天我和朋友出去看到这个盐巴罐就想到阮爸爸。对。今仔日洪基专工来到心所爱歌节目的现场，嘛互我参详。咱甲世界电影明星同款，印一个互阮流连，互大家轻福的手印。洪基请。来，小可较悬了，对，洪基请坐，来，先坐咧，来，感谢洪基，感谢布袋戏歌后西庆老师，实在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讲的话下了袂尽。今日拢还袂甲你学到功夫咧，都已经时间到了。毋过听到你唱足好听的歌，实在阮也真欢喜。感谢好朋友，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洪基，多谢老师，多谢。今日我安尼有迄个福气，会当拜托你安尼来唱一个心所爱歌这个版的酷戏。